日本人8月15叫中秋之名月，日文點講啊？中秋の名月。你以前點慶祝㗎？我細個嗰陣會同屋企人一面食月見蛋糕，一面賞月。我阿嫲仲話兔仔喺月亮中咪添啊！日本人都食月餅嘅，不過咧同香港嘅月餅啲餡唔同喎。現代慶祝中秋節嘅食物都用月見命名。月見即係賞月，啲嘢食加隻蛋就比喻團圓啦。譬如月見漢堡包、月見蕎麥麵啦。我哋去揾下香港有冇呢啲日本嘢食先。我揾到日本月餅、月見團子、月見漢堡包、月見牛當啦。咁你喺香港咪可以食到日本嘢過節咯。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！帶大家去一間江戶風嘅豆腐屋睇下。